郭志明老师，郭志明医师，各位在座的朋友，各位台语台的观众，大家午安。我是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退休的研究人员詹硕官。虽然我的台语毋是真练短，为着今日要讲这个，我写一个逐字稿。也毋过我真欢喜有即个机会来遮参加台语讲座的活动，来主持郭志明老师即场清朝历史的演讲。郭老师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伊嘛拄伫咧今年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学的院士。对我即款真正知影郭老师是安怎伫咧拍拼研究，我本人嘛足认真读过伊的册，受到伊的影响足深的即款历史学者来讲，郭老师会当用台湾史的研究伫台湾即块土地当选院士，实在是我足欢喜的代志。郭老师是社会学家，伊伫咧资本主义、土地改革、市场、劳工等等台湾现处时的社会问题，拢有真好的研究。毋过，我较了解，嘛较接触的问题，拢是甲郭老师的历史研究有关。郭老师做一个社会学家，毋过伊对历史资料的收集，甲伊可能理解，比一般的历史学家搁较认真，搁较严格。伊上重要两部历史的研究，一本是2001年出版的《番头家》，另外就是前几年出版的《食番甲奸民》，已经是咱做台湾史研究的人一定爱读的册。这两套册伫咧题目的重要性，甲研究本身所使用的材料，甲伊所讨论的土语界族群的问题，以及伊讨论问题的方法，甲伊安怎去写台湾的历史，已经拢是理解台湾历史非常重要的研究。而且因为郭老师做研究非常的严格，伊所处理过的问题拢会变做真悬的学术标准，一般的人拢做袂到，嘛无法度甲伊学。当然，郭老师的册嘛，毋是遐简单通读的。所以，要了解清朝的历史，要了解郭老师伊的研究，上好的方法，就是来听伊本人的演讲。今仔日的主题呢，是为郭老师《食番甲奸民》这本册发展出来，甲内底有关系，阁毋是完全有关系，是互人会当非常感动的一个历史。郭老师今仔日用台语讲历史，真正有像咧讲故事啦，台语讲故，我就无阁浪费大家的时间。以下的时间拢请郭老师来替阮演讲，请大家拍拍啊，甲欢迎。多谢阿关的介绍吼，莫讲詹教授啦吼，叫阿关儿吼。阿关的台语讲起来真练短啦吼，所以我要讲的哩落落吼，就爱请大家原谅。今仔日要讲的这个题材，和阿关讲起来有一寡关系吼，因为阿关是阮祖先是阮当事人当时就壁坑詹马恩詹马恩开台组后代东势地区众人知影的迄个詹德宏校长詹德宏校长伫遐做足侪当的迄个中学。詹德宏，对，詹德宏，校长伫遐做几落当的中学的校长，所以算讲是当时即个所在众人拢知影伊是阿关的算讲亲情吼，所以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吼，会和阿关有关系吼，所以先大名在先吼较早阿关讲到讲，我要来讲古吼。咱台语即个讲较早的代志叫做讲古吼，
广告嘛是广告词的意思，所以我今仔是要甲大家来讲即个林爽文万人抢的故事，迄阵发生清朝的时阵发生的即个重大的代志，重大的代志，所以我就开始即个演讲。这是1999年，陈玉峰教授，伫个921赈灾，迄个迄阵来到当时，伊看到一个互伊真惊骇的现象，就是即个当时保安署，规个去倒落来。去互即个地动震倒，震倒以后，你着看会到即张相片，这是当地人翕的，迄个陈教授，伫遐咧看即个倒落来的即间庙寺，伊也摕着伊的翕相机伫遐咧翕，这就是伊翕的一张相片，你有看到伊满地迄个骨骸。有一寡已经拍包伊伫个保安署即个所在，伊甲即个状况甲翕落来，伊伫个一篇文章内底叫做《当时保安署课》即篇文章内底伊来讲到即个代志，伊讲伫个921大地动。摧毁下，尸屋全倒，骨骸散落。自即个震灾后第10天起，延请葬仪社、捡骨师等等，来拍包整理，费时58天，估算超过有2万具的人骨，这是迄个陈教授写的。即张图是伊甲咱讲的，伊画一个迄个平面，迄个地图啦，等于讲即间寺的即个寺庙的地图，伊甲咱讲，你看中遮有3间即个骨骸的迄个厝，中一个神道，下骹，即个庙埕顶头有搭一个绿色的饼仔，这是迄个陈教授画互阮看的图，伊另外伫迄篇文章内底也提供即个怪手，怪手甲即个骨骸，你看到中间遮就是迄个骨骸边仔有怪手，即张佫较清楚，你有看到即个怪手，怪手伫咧割遮个散落满地的骨骸，你看到遮个骨骸。一个师傅伫遐伫捡这骨头，甲割起怪手甲这骨骸，含这个土石这石头啦、土粉啦，做伙淋做伙割起这个庙埕，就拄仔咱看到迄个饼仔的边仔下骹，伫这个骨骸厝倒落来的所在，甲清出来以后，你有看到遮放一袋。放应该一只放一只货柜放一只货柜，放一只货柜来底遐个骨骸另外你看到头前即个所在，咱有看到即个饼仔你有看到即个绿色的饼仔，这就是庙埕顶悬迄个饼仔，写讲当时镇保安署万善宫这就是一个有线电台，有线电台叫做。蓬莱有线，蓬莱仙岛已经倒啦较早的时阵伊有一个节目叫做《台湾风心榜》专门咧讲这个庙寺的故事就对啦，咧走访这规台湾的庙寺去咧讲这个故事拄啊921震灾以后伊来到这个当时所在伊来报道这个代志你看到这个饼仔的边各有2只货柜，
佫有2只货柜有看到总共3只好，就是满地的骨骸嘛即个记者讲，差不多有2万外具伊是根据迄个扣骨师啦含迄个区长啦咱当时的迄阵应该毋是区长镇长区长里长镇长来讲的这个估计所以毋是我估计2万外具扣骨师估计这个骨骸就是因为含这个土石拢染做伙嘛染做伙，所以因着扣骨师着爱先用迄刣阿蒙头的迄刣啊先甲这个土粉刣掉骨石头啊扣出来你着看因伫做即个代志因伫遮这是扣骨师这带头的扣骨师，伊着摕一块头壳骨啊伫遐咧比互你看这讲骨骸脆蒙蒙啊200几吨啊嘛对无脆蒙蒙分袂出啥物人的骨骸即摆了以后，就有人捐即个红布啦有迄个善心的人士捐即个红布伊就甲即个骨头扣一包一包扣你知影这骨头拢化做粉啦剩迄做大支的啦骹手骨可能较大支，抑佫有看到有那是拢安尼破坏不全啦所以是用肌肉啦扣安尼一包一包安尼扣所以我毋知影讲一包分偌济人啊但是剩落来也无介济啦其他含土粉染做伙可能拢去拼掉树啊拢拼掉去爱扣扣伊就这记者啦记者就甲你讲这暂时的安置的地点就伫咧后壁即个货柜屋啦货柜啊伫咧货柜内底拢种拄仔看到有3只嘛伊咧讲的是边仔边迄2只这是当地人翕的啦货柜的内底你看到这一包一包红红的这就是遐个骨骸骨骸，货柜内底的骨骸陈教授伫咧文章内底甲咱讲，保安署前身坐落伫咧中山国小与公会堂公会堂就是今仔日个老人福利中心嘛下边公会堂进前有一支四角石条即支条的下边50至60公尺的所在是墓地墓地中有放晒有集4方骨骸而制的大象牙这是迄个陈教授甲咱讲的所以伫咧中山堂较早叫做公会堂下骹具有清朝大批骨骸迁移而来当年是以牛车运载骨骸来到金子又甲咱注讲陈教授甲咱注讲，对其他的访谈伊的访问伊知影是选伫咧暗时暗暝来进行即个运搬的工课好根据即块碑文即块碑文是伫咧明治辛亥年，就是明治44年夏月制作的万善同归即个碑文咱来推测伫咧1911年，伫中山国小即摆的东升国小啦下边的保安署前身笔武一摆的骨骸整理这是陈教授来咱讲的我做即个研究我做即个东势地区的即个清朝界外纾困的研究，来到遮去看到伊这篇文章我就问我的同事萧阿琴教授我讲阿琴，咱即个公会堂含即个老人福利
中心吼，这是虾米所在？伫咧底吼，啊发生虾米代志吼？啊伊就甲我翕一张相片，翕一张相片，我讲阮兜拄啊住伫下骹吼，所以就对因兜摕即个翕相机翕一张相片，我讲哦，后壁就是老人福利中心吼，啊头前即个尖塔吼，我毋知是啥货吼，迄时阮伫遐学白药啦吼，不过慢慢啊吼。我来查资料吼，就慢慢知影吼。我先查啥物资料？我查即个老人福利中心的地号，我来查伊的地号吼。啊，我去看即个1905年的日本人拄啊来新的迄个土地调查所制作的即个地籍图吼。地籍图就是咱即马地政事务所内底，咱咧发迄个所有权证的迄个所根据的迄个地图嘛，吼1500%啦，即个地图吼，啊，伊内底讲到即个咱福利中心所在的即个地号吼，伊的大字吼，就是叫做当时细字是。下身吼，啊地目是蒙啦吼，蒙毋是蒙吼，381番地吼，啊，这就是即么伫咧大甲溪边的即个溪坎的山坡地啦，吼，咱即马来讲吼，啊，伫1924年分割做蒙38171以及建。38122吼，这是地号吼。番地就是日本时代讲地号啦吼，几番地安尼吼。啊，这是咱当时所在正人知的一个所在吼，罗班潭，古早叫做罗班潭，即马叫做巧圣先师庙啦吼，就是拜即个罗班的即个做目的迄个仙啦吼，做目的。周身的迄个所在吼，巧圣先师庙，即个地标嘛吼，地标吼。啊，另外一个咱会注意到的即个地标就是东势大桥啊，对东势大桥过桥来爬起来即条丰势路吼，丰势路吼，啊丰势路甲拄着东南路吼，大南甲东势的即条路。即个三角所在吼，就是咱381号地吼，所在吼，所在吼。我甲你用即个红色的即个箍啊吼，我框起来互你看吼。好，我就即个381号地吼，去查即个当地的迄个。有关的资料吼，寺庙有关的资料吼，啊，日据时代咱都有一个叫做寺庙台藏啊吼，寺庙行照吼，用日语来念啦吼，因为我嘛毋知用台语要怎念吼，寺庙台藏，哦，好，袂要紧吼，伊就讲即个东势庄吼，东势角庄啦吼。下身吼381号番地吼，即间庙伫咧遮吼，我对即个地号查着即间庙吼，万善寺无烟塔吼，对，这就是迄个寺庙台藏即个方面吼，寺庙台藏的方面，万善寺无烟塔名称吼，拜的是大将爷吼。创立的时间，明治44年6月，吼，你有看到迄个碑文吼？6月下月吼，明治辛亥年吼，即个寺庙台藏内底吼，讲1910年因今日的丰势路建筑台车。铁轨道，台车铁轨道吼，下身吼，台车就是迄个5分仔车啦，咱当地人讲5分仔车，5分仔车的铁轨道下身吼，挖出
大量无主的骨骸，当地新书善心人士，当四角区区长刘志南，刘志南是原来的迄个寺庙的管理人，兼炉主，新八公富农朱学温，医生刘阿生等7人，根据民间的风俗，分派6关，每一个人130日元，一斤咯，就地，伫1911年，明治44年建成万善寺无烟塔，内底记录本堂7.5坪，拜亭3坪，右厢15坪，收纳骨骸啦，祭拜大将爷，这是寺庙台长的记录，另外根据这个资料，和迄个陈教授的这个文章，伫1924年的时阵，有381号地分出的381号地，地目变更为建地，381原来还阁有原是墓地，兴建当时公会堂，1926年落成，公会堂进前的广场，1925年完成纪念当时郡地方镇匪、祭犯、治犯、防疫、殉职的人员的表彰碑，以及公会堂后壁1937年完成的当时社会馆，就是咱后来迄个社教馆，今日的文化中心啦，各地的文化中心，还佫有即个社会馆的尖塔，好，即个下张我咱看的迄张地质图嘛，我佫找到一张叫做当时都市计划图，1941年画，迄阵要来做当时日本人要来做当时的即个都市计划，画着即张图。即张图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伊甲建物画起哩，伊无甲即个地界画起哩，但是伊甲即个建物拢画伫顶悬，所以我就会当甲即个地质图顶悬的381号地，甲踏伫即个都市计划图顶悬，来看出即个381号地，顶悬有啥物建物，这就是踏起哩的迄个381号地，381号之一，交建381号之二，你就有看到381号之二，这个建地顶悬有3个建筑物，我去查较早当时的老相片，伫即个381号地顶悬的建筑物三间，就是第一间当时公会堂，第二个就是迄个四角条四角石条，当时表彰碑，以及当时社会馆交尖塔，尖塔伫遐后壁，当时社会馆，等于就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啦，又起一个塔，互你爬去你顶悬看风景，足水，迄阵有记录伫迄个当时郡的迄个郡志内底，好，所以我就甲即个建物的名称，标伫咧顶悬，互大家看，即摆我甲即个地图搁再踏起哩，现代 GIS 的迄个卫星啦，卫星图，卫星图顶悬，你着看会到，即摆东势大桥嘛，伫咧遮，东势区公所，伫遮，这是咱的巧圣先师庙。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咱就看得出这个台，差不多伫咧对，当事人当然就足清楚啊，看到这张图，所以小教授我的这张相片，咱就看得出来，讲这就是当时社会馆
诶尖塔吼，啊背景就是原来的工会堂，即马改建做老人福利服务中心，吼，这是阿勤伫2012年吼，正月初过年的时等于翕的。迄支四角的石条吼，即马去用甲迄个面甲敲掉吼，改做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吼。即马封伫迄面体内底啦。较早即个所在因为是迄个战后，就变做讲真侪老兵吼，退伍的老兵去占大啦吼，就变做尾仔就地合法嘛吼。即马去用围伫迄只个厝的内底吼，你著要有锁匙才有法度入去啊吼。伫咧一个角啊安尼吼，咱嘛无锁匙，无法度去看着吼，就是即个四角的石碑。好换来讲即个保安署吼，保安署迄个所在阮也是共款吼，就是就即个保安署来找即个地籍图吼，用即个地籍图甲踏伫个吼，迄个 GIS 的迄个位置图吼顶头吼，你就会看到两个地号吼，保安署的所在吼的位置吼，有两个地号466之1吼，交476之3吼，伊的迄个地目拢是属，就是迄个庙祠啦吼。庙祠，好这就是迄个寺庙台账吼，咱就知影是庙祠，就会当去找即个地号顶头的迄个寺庙台账嘛吼。我去查寺庙台账，就是查即个当时本家保安署地号466之1至476之3的即个地号顶悬的迄个庙祠吼，到底是安怎吼？咱就知影讲原来即个保安署的前身吼，有一个叫做万善祠吼，百姓公仔庙吼，百姓公庙吼，咱台语客话嘛是安尼讲吼，百姓公吼476吼。伊无讲到迄个分挂的地号原来的所在吼，伊的配置吼，伊的配置地界的配置是安尼吼。即个所在地界总共有6坪吼，6坪吼，建物1坪吼，建物1坪建物2块榻榻米吼，这是一间足细间的庙啦，就是咱即马伫咧路边现在看到的。古早啦吼，古早伫咧路边看着内底放几块骨骸，迄种啥物有用功啊吼，也是百姓公的迄种石头做的迄种细间庙祠啦吼。管理人吼杨伟才先生吼，念伊我就会讲到伊。这就是迄张陈教授画互咱看的迄个平面图吼，这是即个庙祠的地区吼，咱有看到即个骨骸吼，有3间的骨骸厝嘛吼，即个骨骸厝正东吼，中即间吼。5.328坪吼，倒平吼，倒平即间15坪，正平15坪吼，总共加起来安尼就是要到40坪啊吼，30几坪要到40坪吼，含较早1坪的迄种石头仔厝吼，来比吼，已经是扩大真济啊嘛吼，扩大真济吼。变做安尼的规模吼，变做即马即个规模吼。你倒边有看到比如讲张世英，这是一个退伍军人吼，尾仔救治伊大地当的时，地死伫内底吼。正边
迄个庙寺的道屏基如何？吼，咱知影讲，即间庙是阴庙嘛，对无？阴庙咧拜即个阴神，大部分拢是特种行业的人咧拜啦，吼。边仔就有一个基如何，我毋知影这含管理人杨伟才先生是毋是有关系？因为咱迄阵东势地区就是即个测茶，即个木材业啊，非常的发达吼，真侪测茶的工人伫咧遮吼，所以即个特种行业啊，不只要发达吼，不只要发达吼，查某囝啦吼，真侪吼。杨伟才先生吼。就是做这行的啦，吼。当然伊也来变做这个大众爷庙的迄个管理人，吼，含这个特种行业会来拜这个阴神，吼，有哪加减有关系啦，我想，吼。这间我是毋知影是毋是伊在经营啦，吼，但是，互大家知影，这就是这间庙伫倒去进前的状况，是安尼。即马就是讲即个，这是381号地吼，含保安署吼，我甲画伫咧地籍图顶悬吼，互你看吼。伫1926年，即个光辉堂起好诶迄当，因就甲即个骨骸规个刷过来，保安署也起好，伫迄当起好，变做有30几平诶一个大庙寺啊，吼。所以1926年就开始运送这个骨骸过来，运送骨骸是咱头拄仔讲着拢是伫咧半暝运送伫半暝咧运送用咱即摆话讲，就是迄个送肉粽啊，咱咧台湾的风俗送肉粽就是冤死冤死的这个人咧出葬的时人袂当去看拢伫咧。半暝啊，袂当去看经过的所在，大家感觉讲足晦气晦气啦所以就是拢伫半暝来送就是对381号地沿本街，当时本街就来，即条老街啦本街就来一直行过老板潭。一直落来到保安署，风塞伫咧内底，你知影这是半暝用牛车伫运送迄阵的路1926年，还阁无迄个点加路拢是咧土路啦拢是土做的路所以用牛车来送，迄阵的牛车是用咧。房安尼架来做迄链迄链足大，你看到迄载甘蔗的迄种牛车迄路拢够甲安尼嘛对，两条绳安尼显迄牛你若知影较早你若看过牛，阮细汉看到牛拢挂牛铃你会记无？咧行安尼亮半暝即种伫遐亮安尼一路送。本街送了差不多1公里啦，对381号地来到保安署差不多1公里啦，当时人大家行到门窗拢关甲麻，毋敢看，嘛袂使看毋敢看所以我写一个诗句夜静更深，牛铃声响，本街。户门窗金闭这就是迄阵的状况陈教授迄阵去访问遐父老的时遐老大人的时还阁有人记真清楚的还阁有人记真清楚即摆即个所在变做东市区延平里办公室兼社区活动中心这就是。这 Google 顶悬是下载落来，毋下载啦，截取原来骨骸怎啊刷去即个当时第一公墓叫做当时万善祠大众爷庙
这嘛是伫 Google 顶悬吼，切落来啦吼，切落来。边啊吼，这庙边吼有一间唱骨厝吼，这就是迄讲做2万句的迄个骨骸藏的所在吼。正殿大众爷庙的正殿吼，有一个即个对联吼，保卫家园明德以千古，护国佑民功业留人间吼，这是迄个标准的迄个义民庙，义民庙护国佑民啊，义民庙的迄种对联吼。你若知影讲这是虐杀的所在吼，你甲挂这感觉真奇怪吼。下骹这本是迄个守法与奸民啊，就是我这本册，我伫迄个2022年吼，就是我迄个册出来以后吼，就过年过迄天，林爽文君伫遮服灭的迄天吼，我来遮拜庙啦，拜庙献书吼，拜庙献书吼，这就是我迄阵献迄本册伫咧遐吼。好，即个庙边吼，差不多1公里的所在吼，有一个土地公庙吼，叫做咱即个大众爷庙即卖的所在叫做八公龙，无公龙啊吼，八公就是八公啦，八公龙八公就是迄个客话迄个土地公嘛吼。龙应该讲做人啦，土人经的人啦吼，龙啦吼，就是迄个山公啦吼，山土公啦吼。好，这伊个附近，咱啊拄仔讲向东边行，差不多1公里的所在吼，有看到一间土地公庙叫林梨宫吼，林来宫、林来经吼，伊个迄个庙前有庙条顶悬有一副对联吼，叫做“深基爽文吼，四顾强签怀白口吼。”好，这应该爱用国语念吼。经手徛顶，众信千余3公里。吼，这个所在叫徛顶啦吼，徛顶的土地公庙吼，林来宫吼。讲到因是本来深居爽文，因本来伫个较内底吼，较深的所在的爽文吼，伫个3当前，伫个战后啦，伫个战后前3公里来到即个徛顶，徛起即间土地公庙吼。所以你着向东边，搁再行3公里吼，就发觉一个四角林，伊也都有讲到四顾吼，四角林，即摆地名叫四角林。四角林有一个所在叫做爽文坑。爽文坑就即地啦吼，咱讲的即几地吼，即地叫做爽文坑吼。你若去看伊个公车的站牌吼，叫做爽文坑公车站吼，爽文坑吼。你甲念也是啦，爽文坑，你用台语念爽文坑，用客话听讲，原来是共款吼。你就知影讲，这项林爽文可能有关系，有关系。这间庙是对遮，这间土地公庙是对遮迁去的，这间土地公庙较会迁去，我这个大众爷庙才1公里的所在，我嘛唔知呢，我嘛唔知是安怎吼。但是即摆已经较瓦近，就是讲土地公庙较瓦近迄个大众爷庙啊，吼。即马是安尼，即个我来讲即个万人抢，互咱感觉足奇怪的即个谜，即个谜是啥货？因为咱伫1905年，现代的日本人做的现代的第一摆的户口普查，迄阵当时甲庄的人口才6715人，
这是明治38年临时台湾户口调查要计表74页写的当四角庄是一个6715人的庄头，竟然有一个所在大约要到2万具的骨骸，唔知影对对来你甲想看觅，咱厝内的人若是过身，拢嘛讲等于家己厝内的墓地大闹，讲甲塔做伙2万具做一个所在这是安怎来？这是虾米代志所以陈教授陈玉峰对不起，陈玉峰教授伊就足好奇的伊想讲这应该发生啥物重大的事件所以伊就是要爱知影伊无其他的方法知影，伊去问迄文书研究者啥货，伊伫问甲林美容啦，问去刘义昌刘义昌是迄个新社的人也不知道都唔知所以伊就请邀请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人类学者何传坤教授来运用伊的迄个体质人类学的这个技术来对这个保安室的骨骸进行这个颅骨、头壳骨的这个测量伊就去量这个头壳骨的迄个 size 伊发现讲主要的群体何传坤教授做以后，伊嘛毋知影讲这是对对来的啦但是伊有发觉一点就真奇怪，因为伊就是去看迄个无共族群的迄个头壳骨来比较所以伊甲我讲伊讲伊这篇文章内底讲交福建的汉人相近含客人较远所以咱就发生一个疑问讲，哪会伫个客人的部落客人的地区会出现如此大量的河洛人的无主的骨骸何传坤认为讲值得搁再深入的去研究陈玉峰教授现场看到这个凄惨的景象的景象伊直觉上伊就感觉讲应该有真重大的历史意义虽然一时毋知影无法度去考察伊的起源但是当场伊就访谈这个采访这个当地迄个耆老这个父老留落来这篇文书记录，就是当时保安事考这篇文章对伫后壁我研究清代台湾的界外纾困以及社会动乱对清朝的宫廷档案知影林爽文君逃亡至青番界，伫个东势所在，去互泰雅族南北四群围灭围杀但是一直找袂到证据拄好看到当时保安司考这篇文章我随时就开窍随时就开窍就通啦心有灵犀一点通啦随后我伫个刘仲立刘总理因兜看到族谱内底有关的迄个记录而且有缘得到迄个我的同事萧阿琴教授的帮赞伊就是住伫个382号地下骹嘛下边确认即个万人抢的所在刷来佫伫个土牛朱分市朱分宫啦去拄着刘文进
的后代刘耀坤老师土牛国小的退休教师真侪迄个失落的迄个历史观察安尼一个一个来找到，并且会得通解开好，伫个地点即个考证的即个基础顶悬我进一步来深入来探究即个林军万人抢的缘起甲由来我发现讲伫个东势所在差不多就是即摆永存日本时代的东势郡的地区啦就是即摆台中市东势区、石硖区、新社区、和平区即几个所在咱俗称台中山城地区啦这就是咱的东势地方发觉讲即个万人抢交即个东势地方的界外事菌有非常大的关系搁再对落去我就来问讲汉人安怎进入土牛界外东势地方事菌甲原住民青番、石番以及汉人自身内部漳、泉、客社群彼此中间又搁发生安怎的竞争甲合作的关系然后界外事菌者界后如何变成清廷三战式的族群空间治理体制下一定要消灭的敌人国家又搁如何借由界外各类人群间的差异甲矛盾分化离间致使因自相残杀来消灭人好安尼我就对遮开始我来讲三战式的族群空间体制先介绍一下简称三战制三战制就是以界外平埔作为石番族群的专属空间形成青番在内，汉民在外，石番隔于中间隔伫中间的即个体制空间体制这是对迄个高山的造文内底录落来记录落来看我即个 PPT 档顶悬的这个字划清界限时，身番在内，汉民在外，熟番间隔于其中我就是把这几个字放伫个这个边好，这就是一个多元族群青番、石番、汉民的空间地理部署这个字即摆念起来听无介有用图来介绍较简单好。这是迄个乾隆55年的诏文伫个林松文事件以后来设屯设屯番制迄个诏文内底讲到伫个乾隆15冬25冬两处立碑伫个淡水中华两个所在挑着高牛，就是乌深高啦屯土啦乌深高屯土牛以分界线较早以红、蓝、紫这三色画线为界我有甲色有甲食伫个顶悬到尾啊，迄个林松文事件以后设屯以后以屯地为界所以做归屯为界画做绿线所以有4条线：红、蓝、紫、
力这4条线这4条线内底的3条线红蓝紫因为这个乾隆49年1784年去清朝，因为这个界外纾困足严重来做一摆全面的迄个土地普查土地普查就伫咧即个番界的迄个附近做即个普查所以画着即张图叫做台湾田园分别垦尽图说即马台史所也有藏嘛伫故宫博物院北京的北京的故宫即马咱台史所有一份迄个 copy 有一份 copy。即个图就是有画着即3条线，红蓝紫佮较早的界碑嘛有拢有写出来。伫咧番界的附近的即地名杂写甲有够详细写甲有够详细所以你就会当对即个地名和中的迄个关系去判断讲因即卖的位置伫咧对所以即张地图算讲提供咱真济迄个消息真济的消息我着甲遮的地名交即3条线以及界碑怎啊画在即个现代的迄个 GIS 地图顶悬这就是我即本册的迄个附图的外口即个封面这是一个3D 的立体的地图啦立体的地图。乾隆台湾番界 GIS 地图你会看，这内底都有详细分区详细分区，拢个标题顶嘛，你哪会当伫咧我的迄个个人的网页去看到伊即个电子版电子版，你着去顶悬下载啦就会当看到你就知影讲迄伫咧对这因为是对这张子线图基线图来翻制再制做伫咧 GIS 地图顶悬所以伊的地名拢有即个对应的关系啦这就是府城啦这凤山竹罗、中华县城德站厅城较详细我甲徛直起来毋是画的这是南北徛直起来的康熙61年53底石碑界碑甲标伫咧即个顶悬乾隆15年红线界对凤山一直画到中华佮煞咧乾隆25年南线界对中华一直画到中华关啦较早的中华关伫中部啦一直画到基隆伫乾隆26年乌青沟吞吐牛这伫咧顶悬啦因为看袂介清楚，所以我就是施天武老师去骑奥多麦去找迄个吐牛沟啦伫咧顶头遮点这因为伫咧北部淡水厅开垦较晚，所以迄个无迄种自然的地界通来隔开所以怎啊用迄个乌沟，怎啊用人工落去乌沟吞吐所以你着甲迄个施天武老师的时，还阁有法度看到伊这是连的有法度到20几公里，要到30公里伫咧顶头你有看到这点这这因为这是敢若即马才看有这是即马才还阁看有的所在，所以有啦，应该袂使安尼讲啦。日记时代还阁看有啦，即马你去看无啊？剩一块块啊尔，伫咧杨梅遐好啦，我就无阁继续介绍。阁煞咧49年，阮讲都界外纾困已经最严重啊，伊就无去甲你清查袂使啊伊就甲你阁画一条基线图伫咧红蓝线的东边阁再画一条基线图基线图画了以后，还袂赴通真正去统治
就发生林爽文事件，2冬后无到2冬吼，就发生林爽文事件，就怎啊免啊煞去啊，后壁就set顿以后才去定位界，去定位界吼。好，安尼咱咧讲到迄个上尾啊画界吼，迄条绿线吼，即马就资料找无，地图找无啦，迄条讲起来也无遐认真啦吼，徛几个牌啊，就拄算啦，因为知影讲较早安尼做吼，颠倒煞激着林爽文伊只介外事棍才来造反，所以因就惊着啊吼，所以即摆画凊彩画尔啦，所以你绿线你找无，敢若知影讲是屯地的外口，屯地迄个东边吼，迄个地界吼。啊，原来伫个设屯进前，这石番的国社本来是住伫个西平海岸平原的所在嘛，对无吼？你甲看咱这乌字的所在，就是这石番社吼，石番社啊，伫个设屯以后，拢去互刷去吼，刷去迄个讲起来就是差不多是红南线含迄个紫线吼，红南线甲紫线的中间吼，迄个中间的地带，迄个业伫个三明治哦，迄个业伫个中心的夹心的所在啊，吼，夹心的所在吼，伫遐配置即个屯番保留地吼，屯番保留地，咱施添福教授就讲做平埔族保留地吼，因为伊伫遐发讲遐个族群大部分是平埔族，较早吼。伊讲做平埔族保留地，其实是屯番保留地，伊就业伫个中，个夹心层啊，业伫个中迄站，所以咱会讲三层制啊，抑搁伫个遮三站制，好啊，用一个简单的图来介绍，咱看到康熙61年，就第一摆徛碑，来禁止挖界，徛碑就徛伫个遮，即马界外平埔敢若准即个石番去开垦啊、拍蜡，搁甲山内内山就是青番地界，乾隆15年画着一条红线界，咱讲做旧界，共款界外就是互石番，界外平埔互石番来开垦拍蜡，自耕啦，袂当招汉人来开垦的，是家己开垦的，自垦家己，搁拍蜡安尼然后搁设即个南线界一直到紫线界一定要到山骹暂定界乾隆49年甲林爽文事件以后设屯就到伫个山骹绿线界，到伫个山骹安尼就清楚啊平埔到即阵乾隆55年的时阵，就差不多拢困了去啊！剩山内啊，山内较大地大概就是玻璃含迄个宜兰啦，甲巴兰好尾汉人阁有安尼就是拢是咧开垦遐，黄兰球啦，因遮拢咧开垦的，就是詹其中，因遮咧开垦的，就是迄个山间的河谷啦，山内底迄个。小的平地细地的平地啊啦就设即个爱寮嘛，设爱用线来防止来防即个青番抬头。好伊这是一个咱就讲做下刷的过程，一个下刷的过程，咱汉人先旋过去，旋过即个界线，去开垦界外因为因旋出去开垦以后，政府也无法度讲放因在遐三不管地带啦，三不管的地所在，无人管的所在，会发生代志，会发生事故，所以政府差不多一站发觉讲严重无法度就对过去管理就对啦，所以你就看到一个讲做下刷的过程，先伫个
界碑，先干那一点一点的界碑，吼，53点53地的界碑，吼，做界，吼，啊，这界碑当然做歹当人处理的，你伊处理伊讲，我这无处理啊，吼，所以你就爱搁较明确，吼，爱较明显的即个地界，吼，啊，就设即个红线界，吼，啊，即摆搁刷落去，吼，蓝线界，吼，一直塞出去，下塞出去。一直塞到山骹，吼，啊，到19世纪，吼，甲设即个昆河景观湖啦，吼，金光福啦，啥物货，啊，大雾的林家，吼，因就设即个爱用，吼，去开垦，好，这就是三站式的三站制的。较多来介绍吼，伊伫咧地方啊，伫地方实际上的即个地理吼，地理的实作，实际上的情形是安怎吼？咱讲选出去界外纾困吼，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吼。顶悬安怎吼？咱下骹拢是有办法的啦吼，咱就甲选出去。选取，所以迄阵就有真严重的界外纾困的问题。啊，即个界外纾困造成一个什么种的问题呢？三层制的危机，三站制的危机，就是沿山地区界外的纾困势力徛起。即摆来讲的故事，就是以咱东四角所在的界外纾困。交沿山势力会徛起，来讲即个故事。即个是迄阵徛伫咧土牛，当时土牛的迄个民反地界碑，顶悬就是奉献啊、勘定地界，比啊用讲到即个规则，土牛的规则，应禁民人欲挖。纾困长285中5尺，916公尺对土牛19个每一只土牛2中6.4公尺，地块一中3.2公尺，一中就是3.2公尺悬8尺2.56公尺。顶块6尺，1.92公尺，每高长15中，48公尺，差不多50公尺了一个高50公尺，一个高配差不多6公尺的一只土牛，安尼总共19只迄个高深有1.92公尺，差不多一个人悬要到2公尺啦比一个人搁较深，比一个人个6尺这就是当时原理社的古地图有画到即个所在你有看到？伊迄阵叫做普瓦里啦即摆东势地区叫做普瓦里社的活动的地区原理社的较会分社，普瓦里社的这是普瓦里的土牛沟你有看到土牛19只伊真正甲你画19只伫咧遮然后你有看到即个界碑这是界碑土牛19只然后较拄仔迄个界碑就是徛伫遮嘛中即个就界碑边仔这是迄个望楼啦，迄个爱寮啦，徛伫咧徛咧大悬的一个寮会当互你看足远的叫做望寮，咱即摆有个地名嘛叫做望寮边仔是告示板啦告示板讲迄个看板搁伫遐咧讲政府的迄个规定的看板我伫咧地质图看即个土牛的所在、土牛沟的所在以后，我去当地去迄个踏查打查，要来讲去当地去打看去打看
来到即个土牛沟的边啊吼，过沟以后，我就即摆已经变圳沟啊吼，我就看到一间庙啊，叫做朱坟宫，伫咧土牛啊，朱坟宫吼，我看到一个庙口，看到一个老大人伫遐咧看报纸吼，我就相机，我若去田野，我就相机就摕出来，我就先翕一张啦吼，我咧行过问讲，这就是。甲问讲，借问诶，咱遮土牛沟毋知伫咧对吼？啊，即个老人就是土牛国小退休教师刘耀坤刘老师啊哈。刘老师就问讲，你倒位来？啊，我讲我台北，讲对一个单位，吼，我讲中央研究院社会所，伊就讲柯志明教授你好，吼，就惊一跳哈。然后伊就带我，拄仔咱讲过吼，刘耀坤是迄个刘文静的后代嘛，伊是咱当地伫遮几60档的坤户的后代，坤秀的后代吼。伊知影19只土牛，对一只伫咧对，伊拢知吼。所以有我一张伊画手画图，伫遮手画图，第一只到19只，伊的写的方式就是讲，这伫咧朱坟宫。边啊，吼，也是讲伫咧5分车路边，也是啥？伊是安尼写，吼，伊是安尼写，吼，伊伫甲运动公园迄几只去互水冲走安怎，吼？啊，我著甲伊讲的即个所在，吼，甲标伫咧迄个卫星图顶悬，吼，即个第一只甲第19只，吼，标伫咧顶悬，吼，啊，然后著照我的习惯啊。佮甲踏去你地质图顶悬，吼，即马咱的 GIS 的技术拢有法度安尼做啊，吼，经纬度，吼，经纬度甲定位又好，吼，啊，甲踏，这地图拢会当安尼踏，吼，所以就甲踏起哩，吼，啊，你就看会出来讲，吼，国校巷，吼，即马迄个土牛国小边迄个国校巷原来就是土牛沟，吼，然后这10几只土牛，吼。伫咧啥物所在，吼，啊，即马甲即个地质图、卫星图拢甲塔做伙，吼，就是做即张图啦，吼，啊，这就是朱坟空嘛，吼，朱坟宫，吼，啊，住迄块界碑，吼，啊，佮煞咧第12号土牛，吼，17号土牛，吼，我才互你看，这是迄个界碑，吼，这是1926年，吼，伫刘美德啦，吼。美德吼，老美德，因兜诶徛伫咧边啊，吼，徛伫咧边啊，界碑吼，啊，这就是刘老师甲我讲，伫遮啦，吼，即个界碑伫遮，吼，啊，这就是迄第12号土牛，迄我还佫伫地质图还佫查有伊诶地号，403之12，地目10木啊，吼，就10木啊顶悬，吼，即摆嘛还佫是迄个有一个地号哦，还佫一个地号，你即摆已经看无即个墩啊，吼，你看无即个小土墩啊，吼，但是还佫有迄个地号，吼，啊，17号土牛，吼，第17号土牛是我伫咧溪坎边，迄阵讲大水灾。迄个叫啥？迄摆的大水灾，迄摆87水灾，87水灾，嘿，刮去的吼，所以就怎啊有刮两只土牛去啊，这是第17号土牛吼。即几个人，迄是迄阵中部的即个教育科长来到遮做地方史的考察吼，考察的时，叫迄个。春山校长啦，吼，土牛工学的春山校长，啊，然后就是迄个训导主任刘希林，啊，刘耀坤的伯公，啊，刘美德迄个厝主，哦，迄个界碑的厝主伫咧边啊，吼，啊，因翕即张图，讲我这土牛叫土牛沟啦，吼，啊，你知影土牛甲土牛沟伫对无？毋知你看。这土牛已经迄个雨水压甲，剩安尼加安尔，吼，
伊应该有2公尺啊，吼，无够2公尺啊，老米就徛伫咧顶悬，吼，啊，刘诗林徛的所在是土牛沟，我哪讲伊是土牛沟？你看迄图，迄图的色含边啊无共款啊，迄是迄个土吞，迄个土骨啊，吼，去积起来的土，伊个色含边啊溪坎的，迄个挂石头的无共啊，吼，色都无共啊，伊的迄个规则，吼。宽3.84公尺，吼，深1.92公尺，吼，差不多，吼，你就知影讲，哦，这就是土牛沟，这就是国小巷的下骹啦。国小巷的下骹就是遮，吼，这条土牛沟，吼，好，啊，迄阵土牛是安尼吼，啊，安怎执行？吼，迄阵请石番来收这个土牛界，啊是安怎执行？吼，这是张公文啦，吼。是马木萨这个巡检哈，戴风度，戴风度，啊，伊出单啊，吼，讲本业吼，叫这个菜业吼，飞往原理社吼，叫通土吼，通树土木吼，8番，伊讲话比我较认得，讲台话比我较认得。啊，管是算讲客底的吼，会当讲台语讲到这认得，我足见笑的嘿。好啊，8番300名吼，协同乡保甲吼，乡长、保长、家长啦吼，往沿山一带吼，土牛沟外种甘民吼，你有看到这甘民吼？这本书上面这本册顶悬就讲甘民吼，伊这毋是我讲的哦，甘民吼，种甘民所种的杂粮吼，等等这作物吼，因大的迄个草料啊吼，无分日夜吼，无分每日啊吼，拢种。斩灭拆毁，吼，而且爱修理狗牛，吼，土牛沟甲土牛，吼，叫你透明赶准，吼，叫你透明做好，吼，这就是8番300名去做这个代志，作物甲你斩掉，料啊甲你烧掉，吼。这就是迄阵安怎执行，对界外纾困者安怎执行，吼，是安尼，吼，叫地方的干部，吼，交迄个地方的菜业嘛，吼，干部啦，吼，地方乡职人员，吼，以及石番，吼，来做这个代志。2月吼，你讲2月先出，因为2月和8月吼。迄个隔壁县的迄个县城县城啊，巡检吼，就爱来交换轮流去检查对方的迄个土牛沟吼。啊，即摆2月拄着啊，对方迄个侏罗县的本港的迄个县城吼，巡检吼，要过来检查吼，所以赶紧。吼，派番300名吼，这就是较早迄个执行的情形，伫咧地方吼，的情形吼。啊，伫即种的官方遮尔严格的规定下，吼，界外纾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伊实际上的情形是安怎？吼，伫咧实做顶悬是安怎？吼。咱看乾隆45年，乾隆45年，差不多较拄啊迄20冬后吼，较拄啊迄个土牛沟做起来以后的20冬后，咱来看吼。伫乾隆45年6月，吼，前总沈国辉吼，掠即个刀番啊，一直甲即个玻璃内部，就是咱即卖新社台地吼，即摆新社区啦，
台中市的新社区7月时，伊佫含迄个彰化地县张东新会同来勘察即个所在，因为看到迄个所在真侪人困真侪土地因发现的是啥？因倒来报告讲，已经有社量寮庄金石卡水底寮、双碧江、大南中部、马连水井11分厝、8分厝、7分厝等等部落的名称啦。好，新社即马有的地名已经差不多拢完全咯，含咱新社即卖地名已经差不多完全啦，共款啦，已经要到完全啦。而且各部落伊记录的迄个，因两个记录的迄个各部落的方位，甲即个距离，即个距离要怎讲？台语距离，当地近远距离，安尼讲我反正离外远啦拢已经含即马拢差不多所以你就发觉讲，这界外纾困已经困甲含即马的部落拢差不多迄个所在差不多有迄个带有1000外名的汉人江庄籍人居多占较大多数客人差不多1/10、2%本来是迄个河洛人较济江庄干里社的迄个下骹的分社啦普瓦里、阿里赛迄个熟番几百个人另外有军工军工做军工就是测即个墙做墙树做建筑的啦遮个人遮个人出界外有迄个照所以因是合法出界外，当然因伫遐做啥物代志你毋知困啦、烧火炭啦、测查去用起厝啥，伊是靠这趁食的军工当时这军工伫咧水底寮这伫咧新社这边抢来20外人入山测目30几个人汉人是向岩里社电困立租，已经困有田园200几甲，你甲看咱熟番应该爱顾即个土牛狗顾即个爱寮袂使互人出去即马遮个人是向熟番立租，而且已经开垦200几甲，1000几个人你甲看，说土牛家20栋后变安尼咱熟番咧顾寮顾爱寮的人，这毋是叫做坚守之道，对无？你咧顾的人咧放人出去收租，放人出去开垦收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所以我用一个较简单的形式来讲即个界外的纾困红线是迄个漳州人蓝线泉州人绿线客人因是安尼咱上界头出来界外纾困的是困对大里溪大里溪是啥物所在？现在的大里区嘛台中市大里区。大里溪就是林松文的庄头啦迄是一个大庄，迄阵台中的大庄伫咧溪边嘛算码头啦大庄有啥物人伫遐？有迄个阿大武林家的开台组林石伫遐带头纾困，伊困的是啥物所在？就是界外的黄石坑啦、阿大武啦，遮个所在大古堡遮个所在高岭南遮个所在遮爱红线因是漳州人伫岩里社这边有客人张达经就是总统司嘛伊就带因呢，有带着客人。伊招无咧分客人含河洛人伊招拢招啦但是客人伫即个进程已经来到土牛角，就是土牛咱即个所在开垦刘老师因祖先啦土牛角
即个漳州人佫沿即个大溪大坑溪啦爬起来新社开垦爬起来新社台底，就是对军工寮迄个所在沿即个大坑溪一直爬起来新社来开垦。另外泉州人后里迄边的泉州人就沿即个大架溪的北边渐渐开垦入来渐渐开垦入来然后佫含客人做伙，因为泉州人开垦的时是有一个方便啦，就是讲因是住伫海边仔的人，因对即个航海伫个海上咧探食的人所以因会晓做舰船因会晓做舰船，有哪是迄个水军、海军水师啦海军的迄个人员，所以因来台湾开垦的时会去做军工，会去做去贸军工因就有一个算讲一个合法的执照安尼，互因会当出界，袂去用掠也袂去用收啦所以因就来就招当地有哪有一寡客人就招做伙一直入来一直来到高立波招城高立波迄个地佫落来就到东四角就东四街迄个附近起一间足大间的，百几间厝，162间厝的迄种酱料就是咱中心就是咱的迄个老板坛老板段巧胜仙师庙就是伫个东四街咱讲有做寮骹迄个所在迄是有迄种要怎讲土围有迄个风。要怎讲城已经做土城你若要讲做土城无毋对，这是一个土城种寮是一个土城好，然后因佫爬起来，拄仔讲水底寮迄个附近然后漳州人佫爬起哩甲迄个，因为做迄个原理社的电所以因若去北一地伫个石城较早讲有做石围墙石城迄个所在开垦这大概就是迄个漳州、泉州客人这3个族群入来开垦的路线甲所在我用这张图小可互大家知影伫个乾隆47年的迄个中原分类迄个并斗进程咱看到这个东四角波仔里界外的纾困地图是安尼因为乾隆45年界外纾困的势力已经徛起了咱看到两个前总含迄个地官去轰炸看到的迄个状况这就表现伫个咱来讲就是大理溪仔庄的迄个林氏欠因为庄民伊是迄个角头啦大理溪仔庄的角头林氏欠，因为庄民伫个界外坡仔里的新社受到生番杀害所以伊带将去放火抢劫去阿里西社放火抢劫因为阿里西社负责守卫军工寮的隘寮就是守即个要爬起哩对即个大理溪仔要爬起哩新社的迄个隘寮结果官方安怎处理？李欢同志史松寿甲彰化地官张东新两个人国人出银250银250，拢总加起来差不多500银元互阿里书社阿里西社安尼甲安达即个代志就安尼来平息所以你看到官方
其实即阵已经会惊，即个介外纾困的人，因的势力，因入去放火抢劫的时，已经举枪入去的，有拍伤，有创伤，迄个社犯，所以因的势力，讲起来已经互官方会惊吓，已经到互官方会惊吓的地步啊！然后伫个乾隆47年第一摆发生的中全分类并斗，就发现讲大理起来的这种诏文啊，大理义张斐、林世谦等首先听邀宫庄，尤为起事首恶即阵并斗。中全并斗的带头的人，就是大理吉拉庄的林士谦，伊总共率领大理吉拉附近的邻近的沿山的这个江庄出战，攻过180个庄，这个作战啊，这个并斗。中全并斗是以庄为单位，毋是咱较早现阵咧讲，这个伫并斗的时，拢是罗汉脚啊，罗汉脚这种叫做啥物？城市内底的迄种游民啊，小刀会啊，会做迄个什物小刀会啥物即种的，毋是，是以庄为单位，以庄为单位，而且含这界外纾困有关系。所谓的燕山势力，燕山的势力，这个平台记事本末，这个就记着这个特使特派员黄世简甲杨廷化47年来到大理吉拉掠这个林士谦因的情形因讲来到遮大兵。压境结果庄民就用迄个乌西啦，用乌西啦就退输总共甲掠着1、2个就是现1、2个人出来拄小就对啦安尼就退兵啊安尼就退兵啊安尼退兵但是实际上你若看迄个奏折诏文你甲看其实毋是献出1、2人，是林士谦在内95个人，95人残决残决，无含官兵对抗。这个时阵，分类并斗的时，抑阁毋敢含官兵对抗，因官兵大军压境，因做的代志是献出林士谦在内95个人，总抬头你知影迄摆的并斗，分类并斗，彰化县、竹罗县总共处决304个人，大理吉拉内底就占95个你知影伊就是讲林士谦徛头，这是无毋对的但是你甲抬掉以后，大理吉拉含这个沿山沿边的这个国庄。其实还阁保留着，互官方会惊吓的即个实力，煞来你就伫个林松文事件看到乾隆51年11月27，要来掠林松文的联合部队有府城的镇标总兵的部下中营300名，这算精锐部队啦精英。北协彰化县的驻军300名马布萨的顺兵165名，以及民众100多名合起来差不多有900名来到马布斯的大墩营盘，就是旧迄个台中市政府迄个所在啦，即摆的中墩迄个台墩营盘伫即个透早的时阵，去用埋伏，中伏埋伏，
专军伏别，一暝你会当吞食900名的迄个正规军哦，规900名有枪有炮的清军吼，这毋是非同小可吼，非同小可吼。这个燕山势力，伊有法度一暝吼吞食900名的军队吼，你也知影因的势力有偌大。过一天因就拍落彰化县城吼，台西台湾之父孙锦穗在内的孙锦穗下骹的大小文武官员好，迄个林松文势力上界大的时，一直到对清城、干那村、府城以及南北角南北这两角的迄个顶淡水艋舺村甲下淡水山地毛村，就是咱即卖迄个山地门啦山地门遐有一个村这两个村你甲看差不多占了清廷动员总共6万大军5万一队大陆派过来啦伫台湾的驻军1万差不多死了你就知影迄个动乱有偌大费时一冬才会得通攻陷大理乞仔介后消灭敌军有缘就要靠着燕山势力的天敌内山的青渊，内山的青渊好，我用迄个乾隆帝乾隆皇帝的话来讲即个盖外纾困和即个让兵之剑弄兵之剑。我知影这古文，我要是用台，我若是用台语来讲，大家有来听无？乾隆帝是安尼讲伊检讨咱台湾清朝上界大的即个动乱林松文事件伊讲自今年杨景硕这我用北京话讲好啊。自今年杨锦树屹立界限之后，将界外良田煤产转移深番，深番不是耕种，内地无业游民窃渡偷垦，地方官委知界外不负稽查，于是奸匪游弋藏匿。这是钦定平定台湾纪律，这是皇帝家己迄个校定迄个钦定台湾平定。钦定平定台湾纪律刷来去讲无界游民往往偷渡，私垦进番细地，地方官又置之界外，不能设法稽查，以致习于械斗，遂开弄兵之戒遂开弄兵之剑所以弄兵之间就是让兵之间之间。渐让兵之间讲的意思就是伫遮界外纾困造成林松文这的燕山势力徛起威胁到清朝的统治所以用我的话来讲所谓的弄兵之剑就是有一群伫咧番界内外弄来弄去趁食的汉人，伫咧划界迁民、封禁界外的时期，不得不武装家己，以及形成帮会形式的天地会啦有人讲天地会，帮会形式的民间军事组织。其实你也真歹讲，拢总是天地会的人因普通是用这个叫做奇手家你若看迄个五沙伫咧宜兰甲巴咱开垦的时九旗手九旗旗就是有一个带头叫旗手下骹的人5、60个
正百个、100-200个叫旗卡，旗手旗卡普通是安尼这一支旗就是开垦的单位，嘛是迄个武装的单位咱就小可知，这是民间的迄个武装就对啦因就有一个兄弟啦帮会迄个兄弟你袂当讲伊是乌社会，因为迄阵因就是地方的角头当然你对清朝来讲，这就是乌社会啦，对无乌社会叛徒一直想要徛讲，就是迄个乌社会的叛的逆贼安尼好遮个人，因是用即种的迄种旗手旗卡的即种要挖即种帮会即个形式伫咧保护家己，伫咧界外进行纾困以及山南的利益的夺取啦夺取山南的利益或者也不免使用即款的武力来解决彼此中间的互相中间的迄个纠纷咱有纠纷的时，因为无政府嘛，无法律就会拼斗啦安尼来解决，看送较大条所以界外是一个咱个三不管的地带三不管好伫咧国家迫于开垦的规模的现实，以及即个治安的问题，开放界外准垦的时，即阵未向算体制内规则的即批人无法度含迄款官方关系良好，而且佫有钱有势迄种传统的精英来竞争来取得合法的业户的身份，保障家己伫咧界外真无简单纾困真无简单才取得的利益。即摆因无法度，因为因无法度合法化因无法度合法家己的地产的电产即阵人因的利益既然来自国家缺失伊也算袂惯国家设定的即种规则所以伫咧国家侵入国家的权力侵入咧界外对因来讲有够凄惨足凄惨国家当即个国家想要进入界外进行实质上的统治伊甲即款的民间力量烟山势力即款的民间力量看做统治的威胁，毋愿将伊纳入体制，而且想要解散伊的组织，要来捕杀伊的带头的成员的时，直接的武力对抗就无法度避免这就是咱讲的林松文事件的起因界外纾困和林松文事件的关系好，这即马来到即个眼里社咱讲到迄个刘宗立刘仲立即个移民手迄代志伊伫咧乾隆51年11月15伫咧迄个林松文事件进前，伊就带着张凤华、张达经的迄个后生去甲大兰祭拜山神。迄阵大兰、卓兰大兰、道兰即马讲做道兰、大兰抑佫是泰雅族的所在伊去泰雅族的所在去祭山神，迄就是下面结盟啦，去下面结盟做盟友然后伊招共款是番挂的张书甲王元去招青番出来把守爱寮随军就是对随军出征然后以后含眼里社迄个同事刘明池甲社主潘树兴佫张凤华拄仔讲到迄个张凤华
张达经的后生吼，有写了一张迄个合约书啊吼，就讲着讲伊来招着含遮其他即个张氏园员啦吼，因来招着即个乌鳌、沙里辛啦吼。等13社哈，及私宅等13社哈，西啊迄13社规划成番啊，伫个德坑平南啊，平南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寮乡哈，汉溪啊，汉溪就是现在的台中市的汉溪土牛那边，恰头家这是迄个啊，等下再话哈，上壁讲的是迄个松柏冈，就是那个。头科山啊，松柏冈就是松柏冈啊，就是头壳山、头坑啊、头壳山。好，伫遐吼分屯赌域哈，就是 OK， 这是一个合约字哈。迄阵原理上哪留这张古地图哈，你甲看啊，这张古地图写做林乱岩番巴修图。应该讲做青番巴修图较对啦，因为你甲看，这巴修的边拢是青番巴修，你甲看，吼，啊，然后插吼，这逆插的走的路吼，拢伫咧内底吼，啊，然后台插的战场吼，伫遮搁伫遮拢伫咧内底吼，你甲看拢伫青番社的边啊，这应该是青番巴修图，好。林松文起事的第二天吼，伊就来到即个彰化城的南门外教场吼，伫遐处决台湾知府以下的文武百官、文武官员而且分授官职啦吼，就是。封官啦吼，伫咧封家己下骹的人做官啦，对吼。啊，伊甲种头目吼，种这带头的迄几个吼，高手吼，讲恁毋通惊吼，甲我去就无问题吼。若是袂当成事，咱若战败嘛是会当走去内山，会当灭啊，会当走去内山灭吼。是安怎尼讲？因为共伙吼。共做伙，还佫有伫咧内山水沙连交界的所在，水沙连就是咱即卖日月潭迄个附近啦，竹山德山迄个附近，日月潭德山迄个附近迄个同事杜夫，尾仔讲名叫杜夫啦，伊几六个名啦，但是杜夫啦杜夫是漳州人啦因为有加入迄个林松文的天地会迄阵含林松文交众人约定若是逃往内山的时阵，就会使伫个水沙连来避若战败的时阵好福康安这就是迄个元帅啦统领即个清军的即个元帅远征军啦远征军的元帅伊问着讲林松文的爸母家属拢藏伫咧水里社因为就是水沙连嘛咱日月潭附近透过杨振文詹大元联络着迄阵相识古早相识的迄个杜夫就希望伊会当斗相共来掠即个林松文皇帝安怎批？皇帝看到胡康安的作文安怎批？伊讲将杜夫一番一定爱掠着，严拿物货，解经审判进前安尼写即摆看到胡康安的奏文内底讲爱招安，要招安杜夫要招安无可奈何无奈之下，伊批讲袂使批只干那会当安尼，伊安尼批所以杜夫就甲迄个林松文，杜夫就甲金林松文因的爸母甲家属献出来等于是叛变啦
吼，兄弟就怎啊反面吼。啊，即个林松文伫即个事件诶时吼，即咱拄仔看到迄张图嘛吼，咱有看到千番百首即张图吼，啊，然后咱有看到一个，伊即张图咱其实就会当讲做，因迄阵叫做贼走路啊，贼咧走路诶图啦吼，啊，你有看到千番百首嘛吼，然后看到即个火焰山，即就是99峰啦，99峰，啊，南投那边的哈，南投遐99峰。啊！你有看到贼走路吼？你有看贼走的路吼？因安怎走？因对即个林松文去大力起来去胡康安因攻陷以后吼，伊就向内山走吼，内山走以后，穿过即个千番百首的所在吼，啊，经过99峰的头前，先走过甲集啊，然后佮转过去99峰的后壁吼，一直走到牛屁股山呐、啊，你客家话怎么讲？牛舌，你袂晓讲。我是 K， 你是迄个好咯 K， 就是牛屎稳山吼，啊，然后伫迄下骹一个杀贼战场、太贼的战场吼，一直到大安溪这边，搁一个太贼的战场，这是眼里写的迄个古地图吼。啊，咱甲放到现代地图看，较清楚吼。伫个大理溪仔迄样攻陷以后吼，林松文因就走入内山，经过草屯吼，三站坪顶吼，一直倒来，一直到中寮乡，就是迄个咱拄仔看到的坪南吼，坪南即摆中寮乡吼，一直走落来到集。吼，中寮乡迄搭即摆还阁有一个地名叫做松文路，中寮乡爽文村，爽文村古早的名松文村，松文村较早的名就叫做松文路，较早林松文走路的路，一直走到集，走到集以后，阁爬起哩。因为伊个家属含爸母拢去互掠去啊，以后伊就无法度搁再去迄个咱集的内底啦吼，无法度去集的内底水里社迄边嘛吼，伊就爬去哩迄个沿即个山路吼，溪坎山路，搁爬去哩埔里吼，闪过迄个日月潭啦吼，爬去哩埔里以后。伫遐一站时间，因为埔里迄阵算一个文仔袂细的平地，但是伊伫遐以后袂放心，感觉讲胡刚安宁可能要搁入来吼，对草屯啊是对集遐有可能对过来，伊袂放心，怎啊？搁向北走走转去伊习惯的所在啦，就是伊伫个即个界外走跳，就是东势地区、东势地方走跳的即个所在，伊就转来到迄个新社的南边遐秋丁坑你知影伊顺即个水中流，一直爬到头溪山走去到头溪山，要到头溪山下骹后壁就是秋丁坑迄搭有一个叫做马鞍寮，就是两个山啦，像个马鞍寮啊，然后过迄个所在过溪对迄个所在过大架溪。大架溪上界下的所在，就是伫咧遐吼。即摆的龙安桥，就是去伫咧遐上界下的所在对，因对遐过溪，先去青番泰雅族南势群沙里新社埋伏死800-900个人啊。真侪人就怎散去哩新社，因为因较早伫咧新社咧开垦啊，你会记无？所以差不多有2000个散去哩新社另外一群人林松文在内怎受过大架溪？古早大架溪水足大，大架溪大安溪即种水足大，
较早吼，较早诶无啥物水土诶迄种土，即种开发诶问题，所以水足大，佮足冷哦。即阵咧过年前，过年前送神诶前一天，吼，一群人吼，应该是大多数诶吼，差不多一半以上诶对林松文收过大家客吼，爬起来，佮爬起来吼，一直到东四角撩啊骹，还袂到遐啦，伫下骹诶环社遐就拄着。因为香港理社是含渔民吼，含当时遐客人诶渔民吼，徛做伙，所以因甲番社诶时阵就弯入去演即个，咱看是应该是伫咧迄个石角中坑石坑吼，石角坑，伫迄内底弯入去，遮演即个爱用线吼，演日本时代诶迄个。清末的迄个爱用线吼，爬起来吼，一直行到迄搭诶山是拢细粒仔山啊吼，细粒仔下诶细粒山吼，所以即摆种柑仔吼，拢伫种柑仔啊，较好行吼。但是因算讲就是伫咧青番含，其实已经入去青番界内底啊吼，熟面熟路啦吼，知影。安尼转入去内底，啊，佫有法度安尼行吼，一直行到大安溪底，即马差不多要到即马诶迄个东势林场。东势林场交即个埋伏坪，就是迄个商家吼，即马商家迄个所在大安溪底迄个遐吼，迄个遐，啊，就伫遐去受到另外一摆诶太贼战场吼，伫咧。大安溪去受到埋伏，有那是泰雅族啊，即摆是北势群啊，埋伏啊，就是狮子、乌鳌啊、狮啊含迄个乌鳌哈，即几社哈，佮默读啊，即几社埋伏啊，埋伏透早埋伏啊，村林松文因哦。游过大安溪，差不多100几人游过大安溪吼，啊，较软入去苗栗吼，苗栗迄搭山区西潭嘛，西潭吼，狮潭遐山区迄西夏族诶，软入去迄内底，啊，甲爬起去甲德站，迄搭诶老曲奇啦，吼，迄个老曲奇想要出海，伫遐互掠着，吼，剩伊含另外一个。叫啥名我袂记者吼，伫遐互掠着吼，这是迄个故事吼。啊，赵文安怎讲？海南茶甲福康安尼赵文讲，25日一直到苏宿社、麻薯旧社，就是丰原甲迄个后里迄带吼。知影讲24暝暗时，24个暗时吼，伊伫咧东四角所在吼，就是即摆诶龙安桥诶迄搭吼，去互青番。埋伏吼，400外人，我都讲做900外人，毋知偌济人吼，余众沿山北去吼，分做2路，一路就是刚才拄仔讲诶，爬去咧新社啊，另外一路是沿即个东四角吼，继续北进吼，所以清军就分做2路吼，分做2路，一路对即个。东四角入来，吼，东四角入来，这就是海南茶率领诶统领诶即个清军，吼，统领诶清军对东四角入来，吼，另外一路对破离东山起来，就是爬起来新社啊，应该是对金青面、石公啊，吼，石公迄搭爬起来金青面，爬起来金青面啊，然后起来甲新社啊。伊就甲伊讲哦，安怎杀死2000外名，剩40外名活咧尔，吼，杀甲剩40外名活咧，吼，夺着大小炮位50外位，大小炮，吼，这有炮哦，吼，这个所在诶林松文诶军民吼，炮50几位，50几门啊，50几门炮，吼。你知影这是集，你讲集落来时，迄算一个大
大的迄个基地吼，林爽文军的大基地，嘛较摕到28门尔，伫遮50几门，你就知影即个所在吼，无共款哦吼，枪280几支吼，啊刀枪吼490几件吼，枪吼枪扁扁的迄叫枪啦吼，280几支枪，吼，这是一个真大的据点啦，那个说基地啦吼，因为这就是因较早大力起来咧开垦的所在啊，要走路的时应该哪会甲这当做一个，咱讲做易守难攻啦吼，就是会当防守的所在吼，所以你甲看因去哩有遮侪人吼。然后27日吼，伊来到西雅头社吼，海南茶来到西雅头社吼，看到山沟内山沟内吼，贼尸纵横遍地，数理不绝，河内淹毙之贼亦多吼。然后他根据那个王松跟申欢等兵说过河淹毙1000余啦，申欢劫去路又杀死2000多啊，剩下贼匪100-200人过山逃去，大概从猫里社苗栗倒去三雕，你知迄阵的三雕就是对，三雕角、三雕角，宜兰啦，走去宜兰，伊安尼讲。林爽文吼有倒过去你看找无林爽文的手机好，安尼咱就看到迄块所在上尾啊，伫遮决战到底是向台，伊讲青番台保护荒地，胡康安海南茶保护荒地的时，毋敢讲白贼这欺君之罪上嘛担袂起，向嘛担袂起，对无？所以老实报啊，甲以后地方的方志啊，啥物咱的迄个方志啥的，这报拢无讲到即个代志啊，咱嘛拢毋知。但是伫奏文内底，伫即个清宫的即个档案内底，你才看会到你才看会到。啊，佮含原理社的地图嘛有伊画伫遮咱看画伫遮。啊，清宫内底还佫有一张地图，讲到即个代志这就是迄个胡康安献去予皇帝，平定台湾得圣土，伊献16张的款啦，尾仔乾隆扣12张所以即张去予留去，即张留去你伫普通看会到，伫博物馆上前来看到迄啥物德胜图、战图、台湾战图无即张去拍掉，乾隆拍掉即4张的内底有1张是这。因为这毋是清军拍的，这毋是清军拍，这是青番拍的你甲看这张图足奇怪你甲看来看这个所在你看这个溪仔底的尸体溪仔底溪边足侪尸体因讲做有无乃克节啦，有无乃就是大湖大湖差不多现在大湖北市群，其实毋是讲有无乃，是有乃是个小可较下骹较南边淡薄的。大安溪是西仔社台的，毋是有无乃有无乃社毋是。这边嘛是啊，你看足侪无头的尸体，伫咧岸边，伫咧溪底然后清军拢安尼整齐齐列队无咧战，无咧作战。普通你伫其他的战图内底，你看到的拢。大炮伫遐咧轰击啊，伫遐咧开大炮啊，炮击啦，冲锋啊，斩首啦，你看骑马斩首啦，即种的场面，即张拢无清军排甲整齐齐，拢一个人头伫咧对，你看遐人头伫咧对，有看诶无？这啦，伫真内底，伫咧山沟内底，真济通北体。那可能个差2支门这个弄错了啦应该毋是差2支啊，太阳族无咧差门周主教咧差门嘛，毋是2支都袂要紧啦反正就是青番的手提啥？人头
遮个青番，逐个手拢摕人头，是上台，是青番台，毋是清军台。所以即张图就就落选啦，对无？这要哪放落迄个紫光阁，要哪放落紫光阁，落选但是即张图是甲实际上发生的迄个代志记录伫咧顶头，毋敢骗皇帝，毋敢欺君，含咱颜理社地图，含迄个诏文，也是颜理社文书，地方文书内底讲到的代志是符合的，有符合，有一致，乾隆皇帝看到这个诏文以后，青番台师这个消灭林松文大军，伊伫迄个诏文的后壁批讲，不料青番竟能如此，不料生番竟人如此，这那是另外一个证据啊，对无？皇帝嘛知是青番台的，毋是清军台的，安尼大家知影吼。好这是刘宗立因的族谱内底写的，刘宗立会甲迄个发生的重大的代志记录伫咧伊的族谱内底，而且这个代志有的是敢若子孙会当知影，别人袂当知影的代志，所以伊写伫即内底，敢若要互子孙知影。但是子孙即摆看真可能毋知啊，一直甲我看到，就是下骹即段字，林爽文等7000余回逃在外屋坳下，设脚山下，该设生番来下新庄报之，我当张书路，张书，因两个伫迄暝带着渔民，总共18个人来到乌鳌社，我着见天地会，错字，天地会的人叫因刀孙，乃伊苦苦啃，他用的是苦苦啃，要个放掉，我来奉福中堂，福康安，把爱，不得已，传令国社青番25早，上旬的过江的早起，加以对战，一直战到4刻4刻，差不多9点至11点中间，林松文等出700余匪，逃走顶港，我着回征报官，看到海豪。海南茶侯爵啦，来到东四角顶新庄驻军，我向前禀报，即刻命我带官兵到出火社山骹驻扎，出火社就是伫差不多埋伏坪，抬着贼匪2700多名，以后，上官军到打兰，海塔，就往德集对拿林松文，要赶快了。好。所以我就带成青番10几名，渔民10几名，去甲东普那啦，东普那报讲，靠近中堂，冥想，高阁，用高阁顶大，递这个官帽啦，顶大人员，这是刘宗立写伫迄个家谱内底。这是咧讲安怎的故事？伊带着张书是漳州人，你知影迄阵的渔民毋是干那客人尔。张书含林爽文，共款拢是漳州人，张书是迄个石城
个所在。咱石城你若去，即摆去看，你就知影，伊复兴宫啊，地方的复兴宫封杀是啥？马社公啊，马社公迄漳州城吼。那不管安怎吼，我要甲你讲的是讲，迄阵的渔民吼，有客人有漳州人吼，啊伊迄天刘总理含张书两个人带着18名来到，差不多就是咱遐拄仔看的东势林场的下骹乌鳌社吼，迄个所在，伊就入去看，伊就入去见，带即18个人入去见林松文，吼。你甲想看觅，这个战争呢？你是渔民还是虐产呢？你若有法度安尼，就行入去内底见因的头目，见因的带头的，这是啥物种的关系？这若无讲你含伊有熟识，你行到门口，你就去迄个哨兵甲你枪杀啊！你若有法度讲行入去到内底去见林松文，哦，啊入去讲啥物话？哦。伊则讲苦劝啊，迄个苦劝，伊是入去劝降的呢，伊入去劝伊投降哦。你甲想看嘛，因讲啥物话？哦，入去伊可能讲松文大诶，莫阁拍啦，莫阁拍，你去投案，放下骹诶兄弟一条生路，是毋是？你去投案嘛，下骹诶兄弟还阁有一条生路，吼。啊！你想讲林松文安怎讲？林松文大哥可能讲好啦，啊，就我去投案啦，啊，恁大家就无代志啊，啊，下骹兄弟安怎讲？因为下骹兄弟敢袂安尼讲，啊你老中立啊，老立啊，阿立啊，你会当甲我挂保证无？你有法度甲我挂保证讲林松文去投降？大哥去投降，阮就拢无代志无，啊，就着换刘总理，毋知要安怎啊？对无？你敢保证吗？你敢保证？你毋敢嘛？对无？所以下骹兄弟就甲扯干交啊，对无？你来遮咧创啥？你来骗阮投降，阮去嘛是死路一条啊！你来创啥？安尼甲赶走，甲赶出去啊！迄暝。无啦，其实因咧考虑的时，还佫有另外一个考虑，因为因咧想讲明仔早起，阮着要过溪啊，着要走宜兰，去挖靠五沙。因是咧笑想讲去宜兰挖靠五沙，迄地嘛袂细地，甲巴咱迄地嘛袂细地，应该有法度挡一站所以因咧想的是安尼咧拍的算盘是安尼当然咧，因毋知影讲。五沙含杜甫共款啊，迄阵已经去用招安啊，你走水沙连，因为杜甫已经去用招安啊，也无法度搁再走转来当世界。啊，即摆你去想要去走去甲三雕，要去甲巴咱，五沙已经去用招安啊，伊毋知尔啦袂要紧啊，但是伊迄暝因可能安尼有讲着，但是因还阁因过透早要来过溪，过大安溪要来走甲巴咱，互老中立因知影，阁敢放因走，迄暗刘总理因着去招泰雅族北势群，迄规条大安溪两边。泰雅族北势群，迄暗规个拢拼落来，迄看偌强啊！迄较早刘铭传要去带迄万外的官兵要去拍北势群，拍袂落来，对无？拍袂落来，衰安尼个转去，你看这暗刘总理因去招北势群的来。招北势群过工早起，就甲林松文因消灭伫咧溪仔边，恁有想到无？这我都看拢无咧，这个代志我看拢无。第一就是讲渔民手，客人伫
刘总理，伊哪会敢入去甲内底去甲林爽文讲话？林爽文若要接见，吼，啊，讲伊搁入去劝行，劝你投降，吼，啊，然后无接受就袂要紧啊，吼，你搁放伊出来，你放伊出来，你知影伊是反瓜呢，吼，即个泰雅族拢含面做伙伫防你的啊，啊，你袂惊，吼，放伊出来，伊可能想讲。下骹兄弟无一定会放伊出来，但是林爽文可能讲啊，这人好意来甲吼，人好意来招阮投降是好意啦，吼，对无？放伊出去，放伊出去是无聊，讲一暝中间会当招遮济啦，遮济青番出来透早，吼，消灭，吼，敢若剩伊含百几个兄弟游过即条溪，游过大安溪，向北走，尾仔嘛是搁用掠着。所以我写一个诗句啦，吼，个人念句好言，可受劝，吼，好汉强盗开底，强送客，吼，啊，强埋伏以后死伫遐吼，拢种伫即个所在，你看知影讲，几落个所在啦，吼。做伙抬真济人，啊，尾仔咱看到迄个381号地，吼，迄个万人抢的所在，吼，就是伫咧我画即个图的中间遮，吼。好，清军是安怎入来？这是头仔林爽文因走路来到马鞍寮，吼，龙安桥迄阵一路线入迄个新社，啊，一路线去大安溪，吼，东势林场迄个下骹，吼。啊，清军安怎入来？清军分做2路，一路对金青面，吼，石公啊，金青面爬起来水井啊，水井啊是上界悬的迄个坪啊，吼，上界悬的迄个坪顶啊。即摆遐真济迄种餐厅、高级餐厅啊、旅馆啊，吼，因为伊迄水井啊，吼，即摆叫中兴岭啦，陆军第10军团，吼。看落去，这边东边看落，这边西边看落去，就是迄个台中市嘛，台中盆地啦，吼。啊，向东边看，就是迄个新社台地、新社台地，吼。哦，遐有一个直升大南有一个直升机的迄个基地，吼，就是要对遮飞起来。你若大陆啊来的时吼，伊就要对遮飞起来去拍迄个海岸的，吼。遮一个直升机机场，吼，哦好啊。二花，吼，二花即路是对水井啊，爬起来水井啊，吼，啊伊做诶代志就是对水井啊，啊另外一路是迄个海南茶，吼，海南茶家己吼，带队来到迄个大甲溪诶东边，先到东四角，然后吼落来即个大甲溪诶东边，吼，啊二花怎啊对水井啊？跌落来，带部队对水井啊跌落来，啊，跌落来，甲即个新社啊顶悬的所有的住民，吼，向下骹赶，赶入去大安溪，吼，因遮走来甲遮的林爽文军以及当地的迄个住民，吼，已经无路通走啊，你也无法度退转去山林，吼。来的所在，你无法度摕转去，吼，有青番的杀人，吼，已经杀一摆啊，吼，所以因要向溪边走，啊，向溪边走，你着过溪，你若算讲有法度游过去，过溪，吼，海南茶伫咧东边等你，海南茶伫咧溪边等你，啊，你若收袂过，你着淹死伫咧内底啊，吼，啊，无就是要清军甲你杀死啊。讲起来是真凄惨啊！即块所在，咱也拄仔讲着，讲乾隆47年的时来遮查纾困的时有千几个人，甲即阵应该是有差不多2、3千人啊，吼！啊，你搁挂林爽文的军队，差不多2000几个起来，吼！遮个人规个拢搁赶落去，吼！死到无满会剩40几个，吼！这毋是干那军队尔呢，吼！男女
老的、少年的，拢清掉，所以这个所在清掉以后，就无好多人啊，就干那剩客人啊，变成客人区啊，无半个好多人啊，迄就是这场战役伫遮史上济我看，比伫咧大安溪迄边死较济军民啊，林松文的军含伊的民死伫遮这溪，那死伫咧溪底，那无嘛，甲你塞入去溪底啊，甲你塞落溪底啊，你淹死伫遐，这水安尼流过来要挖角的所在，流过来要挖角的所在伫咧对，就是伫咧遮381号地，伫咧东势大桥。东势大桥就是咱大甲溪向北走，然后要往西边挖角的所在。遮个尸体拢去徛伫咧岸边啊，是毋是？顶头拄仔看到迄个刘总理咧讲的海南茶来到东势角啊，落去看无人落去看无人，伊就向北走去拄着刘总理转来报讲迄个青番抬着林松文军伊就对过去啊，伊就对过去迄个东势林场下骹遐看这就是松文坑啦这就是埋伏坪双家迄个按理说的迄个古地图，原理下古地图就画一个海将军宿营，画伫咧双家下骹埋伏坪下骹就是伫咧遮你看埋伏坪下骹。海将军宿营这实在说啦，好，海将军宿营382号地381号地381号地伫遮讲互大家知。好啦，安尼我就拄仔差不多做一个统计啦就是即个万人总的人数对部里起来6、7千名联军沿途夭死1000外人，伫咧大甲溪。去互南势群，抬400外伫咧新社台地去互官军，抬2000外伫咧大安溪去互遮个北势群，抬淹死3000外，东势角甲破里山顶总共死亡差不多7000，集中贴伫咧东势下新381号地，你若阁加上即个清军西征的时阵无辜丧生众生的百姓比如讲即个新社的好多人的坤姐林潘蕊遐个人拢全数消失以及19世纪戴条村事件东势地方丧生的红旗军1000外人这安尼合计1万外人，应该是合理的估计我等下特别来讲东势地方死亡的这个迄个红旗军1000外人的代志伫这个进程，我先甲咱讲19世纪的时，其实台湾已经变做一个真悲惨的所在是安怎？因为伫咧丹州泉乾隆60当19世纪初的丹州泉事件以后，乾隆帝改变伊的对台的政策，伊看到即个陈州泉事件，一下就消灭啦，泉州人起来造反，3天内去互漳州人甲平定，伊就知影讲，我较早派6万大军，才有法度做诶代志。即用恁内部诶迄个分类，就有法度解决啦，毋免费一兵一卒，就会当解决。所以伊就甲咱讲，伊就甲即个台湾岛含台湾总兵镇岛2个人讲，诏文内底批讲，台湾
台湾地方相分张权岳山庄一等类聚群分，欲有事端，彼此转得互为牵制。及林爽文、陈周全之事时，悉有赖义民。所以他就讲说，该处民情不睦，亦只可听其自然。这个说，此意该正道，唯当莫存诸心，又不可使张权人知觉，转起朋比为奸也。然后嘉庆15年。嘉庆15年的时阵，闽浙总督方维典来到台湾办分类并斗，伊就讲，迄个嘉庆11年，中籍的移民来到鹿港，协助防疫海盗、海贼，蔡欠的时。甲当地泉州人，意外冲突，煞来引发中泉并斗，造成数万的难民。伊安尼讲，嘉庆11年的并斗，分类并斗，是因为迄阵，钦差大城大神，这个代志我唔免讲真清楚啦，反正就是两摆的并斗，应该拢是因为分类来造成，但是迄个赛冲啊，顶摆的钦差无好好处理这个代志，所以佫来引发下一摆，但是即摆伊家己来处理。方维典家己来处理，伊有缘，无来认真处理，所以等于是留下留着这个未来，搁再发生分类并斗的原因，所以我讲伊50步笑100步，但是伊做这个代志是有原因的，伊伫咧这个分类改斗、分类并斗。发生以后的奏文，伊就甲皇帝建议讲，爱兼用金权，兼用金权，伫咧嘉庆15当3月初8，极机密，当时的奏折内底伊安尼讲，设使3级连为器，与海外要地转非所宜，由信党内区分。各不相下，欲有秀民之事，其异己之人必为异民，与之树敌。借此互相钳制，兼用金权。然后他说是臣愚昧之见，不敢稍有宣露，袂使互百姓知影，唔敢互知影。所以方维典认为讲应该爱讲，当然应该爱禁止民间收杀上纲，但是无需要。寻求彻底化解因彼此的党类区分的敌对态势。万一发生民变，或者是叛乱，就会当分化，照这来分化，互因互相牵制，这就是伊所谓的兼用经权，兼用金权，这就是刻意使人分类敌对，这种的情形，大多数是发生伫咧动乱的时，临时应变，随机制宜，并无常规可循，相对于三战式的族群空间分布，这种的常态体制。咱会使甲称作宽变部署，宽变部署，互相配合使用，就是兼用经权，兼用金权。好，伫这种的情形下，造成反效果，
反作用分类变道说变本加厉，咱讲变本加厉就是越变越大，会变大变质就是愈变愈大条而且愈变愈恶质，咱来看下骹情形，你就知。嘉庆14年，分类变道的时，方维典调兵2000人来到台湾，就会当劝和就是讲用这个兵威来甲地落去就袂阁怕，伊2000个人都有够啊。甲道光6年，126年，搁再发生大规模的分类变道，即阵就已经台死不知万外人，这是用孙尔准的话总督孙尔准的话尸体烧塌伫咧路边，已经到即种的地步即摆孙尔准调动要甲5000名的兵力，才有法度镇压，然后分类变道对分类变成恶质化变成攻城抬棺的叛乱咯。你甲看这一个张炳的事件，1832年甲1833年，你就看到假分类真叛乱头也是假做分类，其实尾啊变起来叛乱然后即阵偌济官兵来到台湾，7400多名，开偌济军费，88万两这拢对因的迄个奏文内底统计然后佫发生另外一种的恶质化，真分类假移民伫咧咱即摆的屏东所在，较早的下淡水六堆的客民客家移民，客人的移民伫咧张炳的事件发生的时阵，有哪建军结果伫咧高屏溪下淡水河的东岸放火抢劫台人毁掉真济河洛庄因是咧暗算讲反正就是迄个河洛人叛乱嘛今早晚会来攻即个凤山关城等因攻即个凤山关城的时，咱就会当借即个收复凤山关城来要哪讲将功抵罪啦就是讲移民移民建着军功嘛军功建功你着官方就毋敢办因结果即摆说苦饼因张饼因迄阵是苦城伫观音山高雄宫观音山起事的，攻袂落来凤山关城，结果说叛乱不成，即马说移民攻杀遮济河洛人然后难民5、6千名拢装入去府城内底所以变做钦差大臣，变做爱办客人所以讲做真分类假移民就发生即个代志变质所以不得不办伫咧鸦片战争的时候，咱看已经清朝已经弱甲讲，为了要对抗英法联军伊就要爱民间捐军饷捐军饷，不止捐军饷而且叫你办团练即阵办团练就是温存、引尊民间的武力的存在所以。甲道光24年1844年的时，伫咧顶头捐军饷办团练的即种自由的下骹你看到讲，刘运科总督刘运科竟然讲，看到窃盗的时，看到台湾分类变道的时，竟然
有准备着11000个，有准备着1000个的兵，大陆兵吼，要派过来台湾，结果都毋免派过来啊？安怎？伊讲做讲，毋庸再劳，内地思虑，自知迷会，毋免派兵了钱，吼。结果是安怎？是地方的豪强徛起角头啦，地方的角头徛起，以及民间的武力失控，因家己都有法度处理啊，毋免大陆的兵甲钱，台湾地方的角头都会当家己处理啊，吼。这就伫咧林江事件看到，吼，1853年，咱看到讲水底寮的角头。不止民间有法度家己处理哦，而且失控，民间的武力已经无法度控制，失去控制，吼！你会来看到有寡人假义手，真逆党，吼！这是用迄个印度来的话，吼！你有看到水底寮，吼，咱屏东啊，吼，水底寮迄个所在角头林万长，吼。因小弟含林江假做义民，吼，骗入去凤山县城，杀死知县王廷干，吼，押余民旗，骗入去县城，杀死知县，吼，啊，一直到尾啊，才请北平的角头落来砍林万长，吼。说和和谈啊，才甲林江掠出来所以讲角头林万长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好然后徐宗干迄阵的台湾岛，即个人跪伫咧涂骹拜托角头出兵拜托角头出兵去甲高商。招商借钱来做军费因为军费不足无要叮当，伊跪落来拜看要自杀安怎结果伊伫奏文内底报讲，不凡内地筹饷拨兵尾仔是角头解决角头伊竟然伫奏文内底报讲毋免大陆，毋免交朝廷出兵出钱，毋免其实啊，迄阵拄伫咧。太平天国的迄个事件大陆的朝廷已经自顾不暇无法度。虽然顾性命啊，佫煞来发生戴条村的事件你着看愈清楚我毋免详细来讲啦好，我知伫要了佫剩一个故事我未讲迄阵讲丁曰建400升兵伊对大陆带福州城的兵400名来到平定台湾，但是敢是安尼你甲看，迄阵在对战的时阵已经毋是分类拼斗你甲看上界明显的，就是迄个阿大武的林文察，交迄个四地厝的林日成、林王虎，前后厝车拼。前后厝咧拼斗，前后厝咧拼，共款拢是漳州人，是共厝骹的共家族的人，毋是共厝骹，共家族的人咧拼这敢会当讲做分类？敢会当讲做将全客的分类？袂当迄阵实际上是红旗咧战白旗红旗战白旗，徛红旗是安怎徛红旗？因为清朝是金嘛清是金。金伫五神五行的迄个属性，就是色，就是白色的你看到举白旗，毋是投降毋是投降是清军啥会克土？啥会克金？火克金火是啥物色？火就是红色所以迄阵就是叛乱拢举红旗啦，反清复明是举红旗，结果咱看会出来对于即个阿大武、林文察含即个四地厝林日成，以及咱连咪讲到的普瓦里
咱东四角的客庄的红白旗的对阵吼，你就看会出来讲，这是角头咧拼斗，毋是分类拼斗，这是角头咧拼斗。迄阵的社会已经变安尼，吼。我即摆就来讲到即个客庄的红白旗吼，东四角即个客庄红白旗的对阵吼，这是白旗军的地区，这是红旗军种寮。你想袂到吼，本来咱迄个老板潭、老板段的即个所在吼，咱讲客人的军工，结果因嘛有徛红旗的吼，高立波吼红旗吼，石尾墙红旗，石拱红旗吼，然后。白旗军吼，攻落来以后，搁再攻落来，葫芦墩、丰原，才去含大武起来，林文明吼，林文明带领的即个林家的大军合军，才去攻戴条村、戴条村吼，戴万兴啊反吼，甲去攻万兴啊的四地厝。四张犁，才攻万兴啊四张犁攻落来，所以即场客庄，当时甲客庄的即个战争，是对攻破即个万兴对万兴的雕刻，那个讲伊的根据地啦，伊的基地，有真大的关系，即场战争是。东四角甲伫红白旗的战争，所以这我嘛是伫咧照文内底才知影，地方拢毋敢讲，地方嘛毋敢讲，地方毋敢讲，到尾仔有互我问出来，等下才讲，讲起来真简单，就是元治元年8月时，罗冠英号召申欢会剿，将东四角等七庄攻毁，这客庄逆重上据守寮下街。寮仔骹，就是即马东市本家迄个所在，加纳埔，加纳埔，即马的新隆里，石公庄，即马的石冈区石冈一带，葫芦墩，伊阁讲较真详细哦。8月初3，闰8月初3，罗冠英等进行攻坚，以地雷，迄个地雷啦，咱讲地雷其实是埋。炸药伫咧下骹炸门，木沙迄个沙木沙的沙的门的下骹，炸开攻入寮下街，杀死700-800名，清醒攻克高立波，而且造成铁铁往。对迄个石围墙照射迄搭铁铁向石拱铁铁的逃亡者淹死300-400名，这是照文内底讲着。然后罗冠英、廖廷凤甲声援梁兴汉攻打石冈庄，大炮拍轰炸刀枪柜2座杀死200多名，掠13名，过一天共攻克，枪杀高秀、刘全二，然后才个攻克葫芦墩，然后才讲到含迄个大武的迄个林文明合军，戴潮春败回4张里，然后攻下4张里，林日成、台湾永秀、廖世元伫遮阵亡，我讲念伊就会看到即几个人，即个战役照文统计，当时地方红旗军阵亡1000多人，实际上死亡的人数应该比这搁较悬，应该2000多名、2-3千个无问题，你甲看，这会去种伫咧底。伊贴的
伫咧381号地的万人场吼。即阵就讲到阿关英甲因兜，吼，我讲做扫着风台尾的石壁坑詹马温家族，吼，这是山城周刊敢报的一个报道啦，吼，就是讲到迄个詹马恩嘛，吼，开垦200几家安怎吼，吼我有另外一个故事是迄个詹德宏校长提供的，吼，我哪有去亲身去访问着伊，吼，伊有甲阮讲到一个故事，就是乌仔社谈判，就是讲到向外破地水警告，吼，就是讲伊是讲詹马恩去甲翁仔社去互迄个罗冠英含廖廷凤骗去翁仔社，吼，含迄阵清军的指挥官吼，淡水同知吼，张世英吼，谈和吼，煞去互刣死吼，詹马温入去谈判吼，就含因后生詹金台吼讲好，詹德宏校长才创唔对去啊吼，詹马恩的儿子是詹德宏，不是詹金台啊。那詹马恩的儿子是詹德木啊，不是詹金台。然后詹德木才是詹金台的爸爸哈，所以入去谈判应该是迄个詹德木啦哈，所以詹马恩伫2当前已经死去，已经过身啦哈，所以好啦，不要紧，詹德木入去谈判应该是交安啦，哈，应该是来谈和啦，哈，就是罗冠英和廖孟凤去劝伊出来投降，啊，伊来到翁仔社来见张世英的时，伊家己心内有哪知影讲，若无拄好的时，吼，爱互因后生知影，因后生伫咧外口等，对无？伊就讲好讲，我若甲地水泼出去，你着爱走，吼，爱紧走，吼，啊，真正是安尼，伊泼地水出来，伊走袂赴，啊，伊着死伫咧内底，啊，詹金台，啊，詹金台才走去李希潭番界遐藏，李希台番界。他刷尾啊，詹其中他们就是去开垦那个鲤鱼潭那一块啊，那个好即马就是詹金台倒去鲤鱼潭嘛，因老爸就怎啊死伫咧翁仔社吼，翁仔社，尾发生啥物代志？迄个麦使林阿基就转来出来讲和，用啥物种方式？就是关金赎罪，就是詹金台甲詹金兰因2个兄弟啊，逼迫将电sản颠卖互林阿基，收得有一笔钱，这笔钱摕来做议政局团练军事险。迄阵呢，议政局有哪做团练局，就是迄阵的团练的迄个单位啦，吼，团练局就是互团练局做军饷、军费就对了，伊用即个电的方式，来出即个钱，以后过6当以后，因才减价才有法度赎回来，赎回，即个电药还佫伫咧迄个故宫收藏因减价甲即个客字拢合约字一关互迄个故宫博物院，所以因有出一本叫做《台中东市詹家清水皇家文书集》那个是故宫石壁坑古文书迄个名下，官有兴趣会当去看家己家族的故事，这就是关姓赎刑。就是捐金赎罪，关金赎罪。迄阵真济
真侪人变安尼吼。啊，罗冠英甲廖孟凤也因此得到真侪财产甲田产。咱即马廖家伫咧东势街啊，廖家真侪土地伫咧本家两边足几片罗冠英就伫咧新社嘛好，袂要紧，迄阵团练局的军费真侪是安尼来就是你伫战乱的时阵是安尼咱占甲来讲詹德木拄着地万生因来到庄头的时阵，讲你要挖对一边，对无？詹德木可能讲好啦，我着捐一寡钱，共款啊，含这捐精赎罪一样，我捐一寡钱你着互我徛一支叫做保证旗，安尼红旗军就袂来恁庄哩。你徛一支红旗，你着红旗军就袂来恁庄哩。但是你爱交军费啊，地万生因嘛爱军费啊。即摆换迄个罗冠英因拍赢，白旗军拍赢，伊嘛是过来甲你讨讲，我开有够侪钱，才拍落来。你爱捐钱，无我着甲你掠去关。因老爸就已经去互刣死无法度。这是恁兜的故事。咱讲老家的故事，刘老师因兜的故事。刘老师因，我着去拜庙献书进前，我着问刘老师讲：有红旗军恁土牛敢有红旗军？伊就甲我回讲，刘全乐我毋知是啥啦阮当时较是加勒堡、林家、红白旗拢有顶土有嘛有红旗煞咧讲着因兜的代志，伊讲文进刘文进就是即摆迄个客家文物馆的那个伙房就是开垦那个土牛地区跟东势地区的一个大垦手文进的中主江人四囝江雄、张松派下远亲洪其君张仁的长子远梯白旗军张仁的次子破瓦里布的总理看廖细元、黄希光、罗冠英、廖俊杰的廖孟凤、义结金兰远洋、洪其君，这是张松的尾囝远店洪其君祝兄这两个拢失踪张松那一房的两个儿子都不见失踪然后文进的第二个后生张直三子张喜派下左官方白旗军远端张子的中囝白旗军，远俊文进的世孙张喜家的白旗军远杰张喜的嫡子白旗军我迄天去拜庙献书这是拜庙献书献这本册的时阵沿路顺续去接迄个刘老师刘老师伫咧土牛国小的校门口等我伊上车伊第句话就问我讲因有来找你无？我讲因伊就讲因我就知影伊的意思我迄阵小可掠讲伊的意思就是安尼，我就甲问讲因有去找你无？因有去找你无？刘老师就讲有啦，拢会透过阮爸甲阮阿公来甲我托梦。伊咧讲的是啥话？大众爷，伊也无去拜望伊做者心的这就是伊伊伫遐咧甲遐
咱当时的基佬吼，伊咧讲着遐当时的过去的代志吼，这是吴正坤啦吼，吴定坤吼，这张桂云所以拜庙了以后，伊就转来带我去，我就讲要去慈云宫拜神、谢神啦吼，拜庙谢神因为甲斗3工做研究，刘浩坤就带我来，刘老师带我来，这是我迄阵上早去伫咧土牛沟的边仔看到伊的所在，伊伫遐咧看报纸的所在，这是伊啊，伊就带我拜神，慈云宫是三山国王啊，拜三山国王伊伫遮，伊足认真的你看伊的面，真足正经的伫拜神伊足正经。然后伊带我伫土牛庄行一年，土牛庄来行一年，这是阮这是慈云宫的边啊，这是阮刘元龙刘元龙开台组，刘元龙的组厝这是刘文进这就是我的祖先刘元龙的孙刘文进的后房啦，因客话讲后房即马是客家文物馆嘛然后这是张仁因的后房，这是刘章子的后房伊就带我安尼去看这是演梯演亲左为大嘛，对不？眼睛大房、大房这是眼梯眼梯因兜后房，迄个刘浩坤的眼梯的迄个派下的眼梯的派下然后我转来以后，我就去对伊付我迄张批对一个是红旗，对一个是白旗，看看以后讲哇，食力。安怎？这眼梯白旗，这不是啦，不是啦，讲毋对，这章子白旗刘章子白旗刘章喜四房白旗这第三房刘章松红旗然后咱迄个延亲延亲对刘锡林因的祖先刘锡林那个土鸟工学校的奋斗，刘锡林的祖先延亲红旗延梯刘耀坤的祖先白旗，这是安怎？同一个庄内，唔单是同一个庄内同一个家族分做红旗白旗这是啥话然后我就问迄个，尾仔我转来以后，我就问刘浩坤讲恁这是安怎？骨肉相残，骨肉相残是无？伊就甲我讲都无啦，迄个延亲迄房嘛是抑阁含阮即马拢住做伙，住伫即个大后房，即个张人的大后房内底。我讲安那会安尼？红旗含白旗住共手骹。红旗白旗住共厝骹伊就讲，伊那会甲我写讲风险管控一厝内有红旗有白旗，若发生代志的时，咱就照顾迄边嘛所以这毋是骨肉相残，这是风险管控两边投资。你投资两边你有看无？所以我甲讲，这到底是同家族无同心，伊讲毋是，是互相照顾这确实安怎都无想到安怎都无想到好，清廷
咱迄个老牌清代明变史的研究专家，迄个张炎安尼讲，伊讲清廷故意酿成雕工结成，分类并斗，为的是啥？以民治民，这甲咱讲三层制，三战制是以藩治民，同款的意思，就是甲人民分化以后，才以民，才好统治，咱讲这种真巧的这个统治者，真容易就感觉到，挖靠社会内部的矛盾来甲分化离间的宽变剥削。毕竟是不得已而用之，会非常手段。你讲，并非稳定可靠的地理、地理的机制，而且也家己知影，讲千万袂使互百姓知影。只毋过对西人分类受限，咱讲社会内部的对立甲猜疑所造成的恶性循环。以及严重性，事先却无一定有充分的警觉，就是我讲，所以迄阵19世纪下半的台湾社会，毋是土著化，然后和平共存，和平共存，像陈其南因讲的，其实迄阵各头拢总武装啊，迄阵上界明显，上界明显的，就是迄种连庄团练，迄种连庄大庄头的角头，做团练手，伊就是一个地方民间的武力，大庄头，拢总加庄啊，大庄头拢变做城堡，拢城堡，你甲看迄阵的厝拢有堑坑。无就有堑楼，你即摆去看较早的厝，无你去六堆，你去屏东的六堆去甲看，厝拢有堑坑，就是那个，有堑坑，有徛堑楼，而且拢用竹坡、竹桩，用竹坡去围咧，砖头拢用竹坡围咧。伫咱当时甲迄个新博宫你甲看岳衡楼，岳衡。迄就是城墙啊，迄就是城堡，你知无？迄拢伫咧19世纪的下半，19世纪末迄阵起的，你若去看迄个王仔城，迄出来做清军啊，也是迄个北旗军的迄个要塞迄个厝啊，你甲看，迄种防御工事啊，迄阵来讲，社会已经伫即种的情况下，已经其实是伫社会分裂并斗，一直甲家族来一直甲家族来。你看，咱刘耀坤、刘文静家族一直甲家族来，讲起来，迄个社会是真痛苦啦。无一定，逐个家族拢像刘耀坤因遐尼巧，但是迄个社会讲起来是真凄惨。大家互相提防，大家拢有武力，佫牵下咧拼斗，讲起来是一个真痛苦、真凄惨的社会，是安怎来造成安尼？就是清朝的统治的政策造成的嘛，敢毋是？你看，咱讲即句话啊，讲我这即摆中国现在咧讲的，玩火自焚嘛。对无？英语讲做 backfire 就是安怎？用台语来讲就是自作孽倒弹你开枪要打对方，你要开枪，结果膛炸爆膛，弹着家己要弹人去弹着家己，自作孽倒弹然后有一句话讲：菜头食菜死菜骹菜头食菜，菜骹死，就是讲这玩火自焚了佫一句话啦：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死袂得开灯。安怎讲
台湾的社会内部分化恶斗，甲如此的地步，外来政权说颠倒会当苟延残喘，吼、伫遐要死要活，但是伊就是袂断开啊，吼、这是清末的社会痛苦，吼、朝廷清廷要死要活，就是袂断开，吼、这就是迄个时代，吼、好，上尾吼要结束啊！迄、个伫个即个大众爷庙吼，有即个碑文吼，徛伫迄碑文讲，即四方无主之骨骸而葬，吼，伊即摆还搁咧讲无主骨骸啦，吼，所以我讲起来就是讲，笔也正名乎，必也正名乎，吼，我著去。迄个大毛埔调查团那文史工作者，他们就在伫个拜庙的时阵，就讲啊，柯老师来赶写一个碑文啦，咱看来定来徛一个碑吼，我就甲写一个碑文这碑文迄阵有哪有烧化，我这刘怀仁啊，伊咧用。毋知有伫遐，伊就用客话主持嘛，对无？拜庙啊、献书啊，拢用客话主持啊，我就写一个祭文啊，我祭文我就用闽南语念啊，吼，念葫芦话，我就用这来做结束，吼，这林爽文君成人义奖。文地主做清朝台湾史研究，无意中发现众兄弟葬身一地，特处伫事件发生当日前来祭拜。众兄弟为着生活以及自由，来到番界探食，自创一片乐土，不幸忤逆清廷，伫爽文大哥带领下，勇敢抵抗年外。不敌6万清军，南北对杀，闯入青番地界，万外人呆骨此地200外冬，含冤不明。地主冥冥中亲像奉有指示，种种奇妙因缘巧合，才会得通为众兄弟还原历史真相。也寄望台湾社会总有一天会得通行众兄弟一个公道，今此。念香祭拜，郭志明敬拜，谢谢。3个钟头。评论。郭老师甲各位朋友吼，郭老师的演讲其实我已经听过足侪届啊。也毋过特别听，拢有无共的迄个体会啦吼。尤其今仔日用台语听吼，我听到比古早较清楚诶。刚刚咧听古，我比看册较清楚吼。这虽然讲的是历史吼，也毋过甲即马现即马的台湾嘛有小可共款吼。所以虽然讲是咧讲过去的代志，啊嘛符合咱即马的台湾东情挑战系列讲座。符合即个主题的迄个意思啦吼，所以其实真感谢。你拢袂听也无啉滚水呢？对吼，我袂记啉。今仔日除了主持吼，其实我本来是应该有一个语坛的任务啦吼，毋过我本来就无，算讲我有即个机会讲啥物货啦吼。毋过因郭老师你讲的内容足丰富的，你嘛讲啊足认真的，足仔细的，所以我会当补充的实在无多，吼。广告你都毋知免怎补充。所以大家已经开3点钟久听你广告吼，所以应该爱休喘一下。对，所以大家爱好好去消化，转去慢慢想吼，暗时无一定会迷茫着吼。我就无搁开时间讲一寡有诶无诶，毋过我要推销一个，就是拄仔郭老师讲诶，一个是土牛界，一个是万人唱。万人唱。唱哈，
即歹讲的哈。唱地，嘿唱。啊，即两篇文章拢发表伫咧我即马咧手头的即个杂志吼，即叫《台湾风云》。主编，我是即个杂志的主编啦吼。啊，即两篇文章拢刊伫阮即个《台湾风云》顶头，增加阮《台湾风云》引用率吼。啊，所以大家讲怎也是听规报讲安尼是安尼，遐侪人、遐侪代志、遐侪资料、遐侪相片、遐侪地图安尼分袂清楚的时阵，来看即两篇。哈，即两本较详细啊，足详细，足详细，内底一篇阁占半本去哈，啊，阁彩色印刷哈，所以大家有趣味会当来看哈。所以即个真多谢郭老师今仔日足精彩的演讲，尤其用台语安尼讲是足无简单的吼。啊嘛，足感谢大家听讲3点钟久，无简单。哈，进前有人甲我讲过。今仔日活动吼，阮咱就到遮结束，足多谢。啊，要请教呀。哦，敢会使？啊，无，咱私底下啦，好无？先先甲即个演讲先做一个结束。啊，你若要问答案，则可能大家自由了，啊，则搁来问，安尼好无？哈，啊，咱先到遮结束。真多谢郭老师，啊嘛真。多谢大家，再会哈，大家真歹势吼，台语实在是台语第一摆演讲。